你好，我係 Sam。如果你已經學過韓文，但而家唔知下一步應該點學，呢個 Private Korean Class 就係為咗你。好多學生都唔係新手，但會棘喺中間，學過唔少，但講唔自然，或者講得到，但唔知點樣再進步。問題唔係你唔夠努力，但係冇一個清楚嘅系統。所以我將課程分成3個 level：Advanced Beginner、Competent 同埋 Proficient。每一級都有清楚嘅目標，有我 Sam 親自教韓文母語者識講4種語言。成個學習流程分3步。首先 Pre-study， 你會有一個 Notion Workspace， 所有教材方向都已經準備好。之後就係 Weekly Online Meeting， 用你學過嘅內容教你點樣應用。最後就係 Post-study， 我會俾你 individual feedback， 清楚指出你棘喺邊，點樣改善最有效。同時仲有個 WhatsApp group， 唔會自己一個學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適合邊一級，或者想再多了解課程嘅話，用下面嗰個 link 同我 book 一個 call， 同我傾下你嘅 level， 之後入班開堂，感謝你哋。